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叫做真心网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用台语来甲大家说明，这个精神医学等等知识的 Podcast 节目。顶回咱有简单讲到，这个精神医学就是医学的一部分，毋过伊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精神。意思就是人的心智，包括讲思考啊、感情啊、行为啊等等。一个人的精神表现，若是和平常时无共款、无对同去，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会当算讲是一种病症？佫有讲，是什么款的病症？后落来，才有法度去研究。一个人为虾米会破病？甲有讲破病可能以后有虾米变化？要安怎治疗？所以这个诊断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今仔日这集，我就要甲你简单介绍这个精神科的诊断学，就是精神科咧做病症的诊断的时阵，是用虾米方法？这背后的理路是虾米款？起头咱就先来做一寡名词的解释啦吼。咱讲诊断这两字是一个医学的名词，这个诊就是咱讲看门诊的这个诊，断就是决断的断，袂输讲爱做一个决定的这个意思啦。所以讲，医学上诊断其实这个意思就是甲患者的病症好好检测过了，做一个决断。这个过程会当叫做诊断。所以诊断有时会当做一个动词啦，就是讲医生咧做检查判断的这个过程。诊断嘛当做一个名词，意思是讲。阮最后判断的即个某咪病名，即个人是着啥物款的病，迄个病本身嘛叫做一个诊断。现代精神科的即个诊断学，就是我靠这百外当来即个研究的资料，互咱知影讲啥物款的精神表现会当算做某一种病，就是诊断。有共即个。诊断的这个患者，伊未来的这个病情可能会安怎变化？讲到这，就有人想讲，迄困无好，毋是逐个人拢有吗？心情无好，嘛足侪人拢会安尼啊。为虾米恁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拢爱讲人有病？恁真正足奇怪，是毋是为着要甲大家趁钱这？硬要讲人安尼是破病，其实诊断学就是要甲大家回答即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全世界共通的标准，会使解答讲，到底咱即马经验的即种艰苦无爽快是毋是已经算一款病症还是其实无遐尼严重？若是算无健康破病的状态？到底是对一款病安尼？咱医生有患者来，咱开始要做诊断的第一步，就是爱收集病情的资料。这个时阵，咱的头壳就会开始咧想讲，这个人伊整体精神的表现，甲伊健康的状态有差偌济嘛甲一般大部分健康的人比起来。有差偌济安尼，一个精神的表现，若是因为破病去引起的，通常有几个特色，包括讲即个症头会较严重，互人较痛苦，时间可能会留较长，可能有较济同齐出现的症头，嘛有可能讲造成对生活较大的困扰，嘛较会去影响到别人。等等这几点是咱咧判断到底一个表现是毋是病态的表现。
咱来用失眠来做例。一般人的失眠可能比如讲，我明仔载有重要的代志要做，我今仔日紧张困无好即款的，可能我就是比平常时减困1点钟、2点钟左右，干若一工安尼尔，过工代志做了，我就会当困好啊。这就是一般可能一个人会拄着压力的一个失眠的反应啦。这种情形就较袂互咱感觉讲是破病引起的。倒转来讲，若是破病引起的，可能就比如讲，伊困眠减少的时间足侪，本来困8点钟，即马敢若困4点钟。佫有讲，伊即个镜头时间留较长，毋是干若一工尔，伊可能连续1礼拜、2礼拜、1个月，大部分的日子拢困无好。另外佫有讲，伊有足侪工作的镜头，譬如讲伊过工困无好起来，会无神啊，头壳会痛，无法度好好做代志。佫有讲，即个镜头造成伊生活足大的困扰。比如讲，因为伊无困好，伊平常时上班拢无法度专心，还是讲影响到伊要考试啊等等。有人的镜头是讲，对伊家己无造成啥物困扰，毋过互身边的人有造成足大的困扰。比如讲，即个人伊感觉家己困眠无安怎，毋过事实上伊暗时啊，骹手拢会黑袂叮当，会踢着边仔的人，还是甲人吵着安尼。以上这几点拢表示讲，即款的失眠可能毋是干若伊一个暂时拄着压力的一个表现，等于讲毋是一个健康人身上会出现的表现，可能是即个人有破啥物病，有啥物原因去引起的安尼。所以精神医学的即个诊断学，就是靠头拄讲到这镜头的表现啊、时间啊、生活功能的障碍啊等等，去判断即个人规个表现到底有到一个病的程度无？嘛，我靠遮个资料去甲伊的表现区分，讲伊应当爱是啥物诊断较对。讲到分类，伫100当前早期的精神医学，即个分类是较简单的。时间经过，即个大家研究愈做愈侪，有愈侪医学的资料会当使用，诊断的分类就愈来愈详细啊。咱台湾即马大部分的医生主要咧用的迄套系统，也是咱讲训练用的系统嘛好，拢是用一款叫做 DSM 的系统。伊的即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诊断甲统计的手册。即个系统是1952年为美国遐开始发行的，随了时间经过，伊就一直改版，到即马2022年伊出第5版的 TR， 就是佫有小改版过安尼。有人讲即款诊断手册系统啊，就类似一张互精神科医师咧行的地图。咱就是对即张地图内底爱摕到啥物资料，顺着伊的路去行，行到路尾，就会当知影讲，即个患者是较生啥物款的诊断。这手册的内容是不哩济啦吼，会当讲伊甲认为有可能出现的精神病症的表现，全部拢写落去内底啊。比如讲，即个患者若是思考方面，伊的思考若像一般人无对重，若活咧家己的世界，这就有一大类是即款病症。即大类内底，佫会当佫分做几啊种，伊的严重的程度无共啊，是时间无共的即款等等的诊断。若讲是人的情绪出问题，比如讲有一大类是情绪，有的人情绪会起起落落，佫有一大类是情绪郁卒的，佫有一大类
是即个人可能会较高超凡啊、烦恼啊、惊吓等等的表现。啊，有几类是甲人的即个行为有关系。啊，比如讲，咱头仔讲困袂去啊，或是困伤久诶，食袂落，食伤济。啊，佫有人啉酒啉过头，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也是有食毒品，即款诶嘛算一大类。啊，有一类是咧写讲，即个囡仔咧发展有可能出现啥物款诶病症。啊嘛，另外一类是咧写咱人食老，若是大脑退化，有可能会啥物款诶表现。佫有足侪表现，我甲还袂讲着啦吼。啊，因为分甲足有，其实嘛毋是讲全部诶诊断拢是即个足严重诶。其实大部分咧精神科诊断拢是算轻微，意思就是讲，可能食一寡药，也是做一寡治疗，就会改善，甚至讲有诶病情，患者会感觉讲，佫会当忍耐，无介严重，就袂来看医生安尼。这手册内底写诶即个表现，就是包山包海，啥物拢有啦吼。啊，嘛为一个人少年到老诶即个可能诶镜头拢有写落，所以就有人讲，大部分诶人伫伊一世人诶生命过程内底，可能拢有一个时间点吼，有即个某一种咱精神科诶诊断。你讲要找一个人，伊一世人拢足好命，拢完全无精神困扰诶人，其实是颠倒较少、较困难安尼。迄款诶可能就是咱讲天公仔囝啦吼。啊，刷落来，我简单来讲一个，一个诊断内底，伊即个手册是要求有啥物要件才会当下即个诊断。啊，第二当然是即个镜头有啥物款诶镜头诶组合。通常伊会加上讲一个时间性诶要求。啊，另外就是讲，伊刷来要求讲，爱去想看觅，敢有别诶原因会当解释讲，即个患者目前即款表现。比如讲，伊敢有去弄着头啊，还是讲伊这是食酒引起诶啊？这就可能毋是单纯是干那即个病尔。啊，另外伊后壁佫会佫写讲，即个目前即个镜头已经造成即个患者生活也是社会上有造成一寡困扰，表示讲伊即个严重度有到咱头前讲诶即个病态病症诶即个程度安尼。咱简单用即个咱足定听到诶郁症啊，法语叫做忧郁症，即款诶诊断诶方法来甲大家介绍一下。伫即摆诶即个统新诶即个第5版 TR， 因诶要求就是讲，第一条因就写讲你即个人爱伫2礼拜诶期间内底，伊是每一日诶每一个时间拢有以下诶等等诶镜头，伊就写到9项诶镜头。这9项镜头内底，其中佫有头2项，至少爱有1项。9项内底加起来爱5项。第2条伊就写讲，即个镜头造成伊诶生活诚大诶困扰，造成伊诶功能诶即个损害。第3条伊就写讲，即个表现毋是讲因为伊可能是用着啥物药啊，是讲伊身体有患啥物病啊，是头壳去弄着等等引起诶。第4条就写讲，伊这毋是另外一款诶精神病症，因为精神病症诶表现有时即款诶嘛有即种表现，另外一款嘛有即款表现，所以写讲这毋是法度用别款诶精神病症，即别款诶诊断来解说诶。所以咱就会当知影讲，即个头前讲到诶几个因素拢足重要包括讲镜头是安怎表现啊，时间诶久长性啊，生活障碍诶程度啊等等。这内底占较大比例就是镜头诶组合，像咱头拄仔讲9项诶忧郁症诶镜头，还有5项以上，拢有共一个时期出现，才算郁症。这5项是对5项，其实每一个人无共款啦，无一定会共款。所以就算是共一个诊断，若是无共人，
因的表现嘛袂讲完全相像安尼。啊，表示讲，其实精神科的诊断，这背后的病因是啥物？其实嘛是足复杂的一个问题。啊，诊断系统并无要求咱找到迄个直接引起患者破病的因素啦，不管讲伊是爱人爱袂着啊，还是讲投资股票了钱啊，还是讲厝内有不幸的代志发生啊等等。这虽然咱咧看诊啊，嘛是拢加减仔会问生活出现啥物问题，毋过其实这毋是做诊断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对啊啦吼。啊，咱若详细甲看吼，这手册内底敢若要求讲你找无别款的原因，就是讲你毋是因为头去弄着啊，你毋是因为你酒啉伤济，才造成你的精神有变化。这意思是讲，既然找无别款的因素引起，安尼咱就会当推论讲，这是单纯的精神的问题。啊，讲到这，其实啰啰嗦嗦讲了诚济啦吼，希望大家也袂讲听甲困去。吼，我嘛定定伫看门诊的时阵，互咱的即个患者去嫌讲，啊，你哪会问遐济？这到底遐尼济问题是有重要无重要？哪会啥物拢要问安尼啦吼？啊，这今仔日就甲大家解说一部分，咱是安怎做诊断的？为虾米有一寡资料是特别重要的？吼，希望大家听了会当较了解讲咱精神科医师咧是安怎思考，还是咱用啥物标准去判断讲，一个人到底是毋是破病，还是讲是一般的即个心情的变化尔。以上的内容，希望大家听了对咱精神科的诊断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后一回咱拍算要来讲到，头拄仔讲即个精神科诊断的病因，可能有啥物款？咱人精神出状况的原因，其实介复杂，啊有足侪无共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即个精神健康。这因素嘛，随着即个医学的进步，大家慢慢愈来愈了解。后一回咱会甲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以上非常感谢你的收听。若是对节目的内容，还是讲我台语的讲法，有啥物款的问题，拢就欢迎恁大家写批来甲咱指教。祝大家平安。